觀眾朋友，今日個好無？歡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姑劉浩明。講起台南，大家人有可能會想到講，台南係一個好多人過到嘅地方。但是根據我哋嘅文獻咧，一定研究地背，其實喺400年前台南都有客家人嘅哦。你今日有想到呢，係我哋台南市客家教育協會嘅徐宗南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有同我哋分享講，到底台南嘅客家人喺度分布喺體內嘅資料，同時到底我哋咧客家教育協會喺台南發現嘅乜嘅無強嘅啲素材，我哋馬上翻嚟見面來賓，我哋宗南先生，徐宗南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南嘅徐宗南。觀眾朋友嗰度可以聽到講，我哋咧宗南先生講嘅係啲海陸強啦，嗬。我想請問一下宗南先生，這個係本地係哪一片嘅行業？我本身係桃園新屋嘅客家人。桃園新屋嗰度講海陸強。爸爸講海陸，阿妹講自然。嗰度四海強啦。兩片都會講。咁唔知個當初呢，為想要來到台南咯？因為結婚嘅原因啦，所以搬來台南。來到台南也有32年咧，他就有用嘅原因，所以講一般就講到台南石頭路，做工作，來從事呢客家嘅工作，係目前嘅發展嘅原因。因為一般人我哋會認為講，其實台南嗰種好多人嗰度，咁即係對因為結婚嘅關係，到我哋台南以後，你即係要發現到講，其實台南嘅客人大部分喺哪個地方啊？台南嘅客家人講起來也真冇簡單，你差唔多按照要幾部分來講啦，第一部分就講古早來嘅客家人大部分學老化，一般是留下來可能把看得到文化，文化可能很有的，冇是地名，冇是地方，很多的按照追憶跟透過客家人嘅留下來嘅東西。那第二部分是按照日本時代大部分從新竹提起啦，透過新竹提起，按照突然新竹苗栗掠到為所到按照新竹提起辦下來發展嘅當然因為啲人原因當中，很過來就係掠下現台呢兩一般是為到石頭路讀書，最主要係呢兩方面。當然很有隻很重要就結婚。辦下來台南，下來發展啊，容易。等於如果差唔多有3個無強嘅時期，一聽就講話差唔多400年前嘅時節，都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我哋嘅客人嘅先，算是我哋嘅前面來到我哋台南市嘛，譬如講我哋嘅柏河啦嘅地方，嗰我哋都其實我哋見到講我哋講客大，因為等於可能都唔多會講客話嘅。天意都睇差唔多，日本統治台灣嘅時節，其實有啲新竹苗栗，嗰度因為工作嘅關係，其實嘛係因為工作來到我哋台灣人台南來工作。喺嚟都好多人講可能係因為結婚啦、工作啦，然後一世去我哋喺台南。佢見喺台南嘅話，還有可能到客家人嘅聚落喎。目前看到，你台南市當然你下當親按照尋根呐，按照原來老聚落按照老聚落啲邊度也其實就發現到講台南早期到東山。韓國就為咗柏河，當然演撒下咧就按照叫南勢，也是按照透過南部嘅推三線，你北部咪要推三線啦，南部咪要推三線，有三隻為所清楚要你客家嘅移民傾晒過來，目前當然是講看到嘅很有啲係日本時代留下來嘅老人家，很似咪講，個。係老古早辦下來可能是循到不客嘅生活嘅方式啦，落拜拜啦，也都有祭祀嘅方式，很有流傳客家嘅為所。當然總體上，人啊清少咧，按照學老化清多咧啦，大體係按用看住是循了三隻大體方式，很有真係神奇嘅，所以你講台南市嘅老時期啦其實有條路按照大埔街。太富街，太富街，街只為所就要只當有名嘅白宮，街地方老早已經講你當名就你太富客嘛有大埔客啦，按街只為所嘅白宮
讲嘢就讲叶片语唔讲土地公，而讲白公啊。他们就是讲白公的意思，所以讲了到文法留下来的时候，可能了祈祷，很有到做咧追思的为所，就是原因。你表示讲对下边体名留下来嘅吼，可能你讲其实是可能真係會有一群太仆客，你喺度睇幾條街去附近吼。係，梗係大咗吼，講到古早時代留下來，其實梗係講到拍好了的為所，其實就叫為所那海風，海風哈。海風當然係啲客家人嘅念曉，海風啦哈，海豐縣、海陸豐嘅語言嘅來源。當然喺清朝時間哈，有幾代人就排官人落嚟，韓國土就到移民過來，所以佢要發展哈，就客家種嘅本地嘅客家，嗰是正經嘅客家人咯。唔過你一講實在吧，你係唔記講客，又冇法度嘅。留下來可能是像個祠堂，哈，可能就留嚟嗰啲嗰裝修嘅人嘅祠堂很出。差不多就看到發現，天條發現嘅，哈，有啲事情同文化留得下，咁個語言上唔見得嘢，但是學老下得嘢。係啦，真是如果可能只是時代按多年過去嘅，嗰時伊嘅客話應該都唔會講嘅，但是可以對伊哋嘅祠堂地部嘛發現到講，伊哋可能喺客代，或者咧祖先喺我哋咧當初都對影響，直接過來我哋客家人。嗰種我哋好多睇節目開始有講我哋睇台南市有啲客家教育協會，係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乜講到台南市嘅客家教育協會呢？有咩工作係乜嘅？台南市客家教育協會嚇，咱單位係你講台南市嘅客家教師嚇所成立嘅，也係讓人民團體啦嚇，佢嘅立案，到政府單位都有立案嚇。佢最主要嘅工作嚇，就係講負責你台南市36個區有4條客家語言教育推廣嚇，有咗教師嘅派遣，也係講到教育單位來協調事情。係處理了啲客家教育上需要嘅工作，嚇，攞嚟去處理，就係講嚟去準備相關嘅教材，嚇，又係講教學嘅方式，也係我哋最主要嘅工作，係。唔都有講到講，等於你講我哋客家嘅教育嘅資源嘅一啲調配，嚇，同時話有一啲教材嘅一啲準備。咁你發現係咩講，也不組成分子地步，大部分都係我哋咧新傳師同我哋咧資源教師咯。哦係，大部分係咁樣咯。咁到差唔多就全台南市嘅會員嚇，我哋算係做小而美的一個協會啦嚇，差唔多300人沙人。差唔多地北都佔63以上嘅，客家新傳師，也是啲客委會用認證通過嘅嚇，韓國客家教育單位啊嚇，佢所呈現出來就既然教師嘅先那個認證考試通過嚇，佢當作咧都從事客家教育嘅教師嘅工作，所以兩個單位應該講，兩個單位成立嚇最主要。本呢嘅台南市地北都嘅客家嚇資源嚇，也係買東西全部都得平均啦嚇來運用，是我哋個單位嚇最主要。目前也係都到有需要幫助按特殊嘅事項啦。因為我感覺到講，亦只係佢創業位嘅協會吼，因為吼，從我哋有訪問到幾多嘅，譬如講資源先生嘛，吼，或者咧新傳師嘛，吼，因為喺早期嘅時節，伊哋咧教材全部愛自家做，好，但是後來伊哋都講過，開始有協會以後吼，譬如講從頭到我哋咧總南先生講嘅呀，我哋咧教材啦，甚至講我哋咧資源啦，都他可以互相去通知，互相去無同樣嘅一啲互相支援嘅部分。因為我哋提供其實今日聽我哋咧客家教育協會地部有一啲佢貼起來嘅8義嘅一啲組織，當初我想喺地部做一啲8義嘅一啲團體咯。那8義嚇講起來真神奇啊，因為8義其實學習有難度啦，嚇啊我本身從細嚇家族都有人係羅義師，8義嘅羅師傅嚇，我熟講啦嚇，佢係真也算有名啊嚇，呢度台南新屋嚇。也潮橋呢嚇，8義嘅羅先生、上范江先生，全部記得嘅團體度嚇，也係講到8義係安樣來嘅嚇，我自家耳濡目染嚇，就講也好音樂
所以冲勢就接觸到了呢個東西。好，不過我來到台南後哈，發現講我所學嘅東西哈，其實做得結合any客家嘅教學哈，來文化來推廣。白人呢方面呢，最主要是講協會都要在線上哈，佢也會愛獻，佢又會噴銷啊，嚇，按其實情況係按太太講哦，該黐線上嚇。會噴塔嘅，嚇韓國會彈古箏，也都樂器唱喎。所以咧講啊，咁你咧注意上白音彈，好，所以講其實前嘅歷史當時，為頭嚟講哦，冇等於小區別對線上嚇，強下來練白音，所以係按呢原因嚇，就會主先講啊，來呢乾脆來教一下白音嚇，來結合呢客家教育。用於嚟做文化傳承，係用於。嗰時你喺有嘢嘅故事嚇，嗰度聽下哋台南市客家教育協會地位，你以啲貴貼配啲白影團，喺段節目地位藝人嘅慈善上，我同人哋去判，人哋咧睇嘅幫人談，人哋講，到底喺睇嘅地位，其實係聽人哋白影，係一啲樣嘅一啲角色，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觀眾朋友，翻返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一開始嘅時間，我哋就談到我哋咧台南客家教育協會嘅徐宗南先生，同俾到我哋在嘅讀嘅。觀眾朋友，談到呀讀嘅上個時節，唔過天啲上到嘛嘅呀，阿明個天啲上到咯講啊，其實我哋做好事嘅時節，冇得講我哋過年過節嘅時節，一談到讀嘅上，我哋都講啊，年節都到嘅。嗰種且聽我哋咧讀嘅聽我哋咧客家白言地方。係咪嚟最重要嘅角色啊？客家白音嚇，特別都嚟講，他嘅嚇佢本身啊嚇，本身佢係主角。嚇，因為講要提吹腔。提吹腔用嘅他嘅嚇，係提佢喺度跳河吹。哦係。嚇，所以講一般嚟講，按到吹彈樂下多啦。嚇，顯縮就冇用。係，所以你係按你講，其實男主角就係他嘅。係很容易，真是我唔錯，因為一談嗰度讀嘅上演嘅時間，你都發現到啊，嗰種乜嘅發通都開始誒，嗰種嘅可能以前多幾篇談到讀嘅上都地講啊，嗰邊嗰種乜嘅開始開創誒，嚇乜嘅事情開始準備好誒，讀嘅都開始睇啲上出來，你啲講誒，唔係創業嘅啦，冇得講青年客啦，嚇，嗰都開始開創啊，但是同時我哋現場還有啲個設計嘅讀嘅，嚇，佢係用嚟乜嘅時間用嘅喏。哦，你啊設計嘅讀嘅嚇，按照嚟講，按照顯縮嘅時間嚇，按照寫吹腔嘅時間用，寫吹腔嚇，寫吹腔就咪佢嘅表現嚇，會加顯，會加縮嘅顯縮嘅愛顯嘅上，所以一般噴嘅歌啊嚇，按照柔樂係柔啦，佢唔係從提吹腔有打有噴嚇，兩種嘅按照行流嘅嚇，但一般嚟講，你客家白音啊。其實是你客家人的交響樂強人，嚇，所以講你寫不管題寫嚇，其實佢有佢嘅用途係咁樣。好，第二如果我哋平常有時間，我看到他嘅睇一版面，你個睇場合嘅時間，可能我如果我睇吹場嘅時候，你用睇機嘅。但是一般我哋視頻寫戲咧，比如講我哋唱白宮啦，都唔是按太上演咧，或係去其他嘅機械咧，都我哋講我哋寫吹場嘅時候，你用嘅寫機嘅。嗰時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示範一下，有設計嘅上演好冇？好，有設計嘅上嚇，一般嚇，像我哋講，一般嚟用，要像要跳歌，開劍曬，好，開劍曬，你傳統嘅白音嚇。
嗰时也被人讲音色嗰高，吼，要音调嗰高，但是唐风来讲，伊嘛嗰种嗰发跳的嗰种感觉嚟用诶。嘿，佢下你话讲弹嘅声啊，下发拍啊。嚇，所以講而家講二號吹，二號噴啊嚇，種噴嚟就講跳號、二號，嚇一般係講學浪音嚇，而其實學浪音未有發音，嚇，不過一般學浪音講太極嘅啊嚇，按照打打吹，嚇，射擊嘅時候按照 A 啊吹。叫做打打到 A 啊，安尼客家人就跳號二號，就冇強人，冇強人係。但是一般來講啊，譬如講人哋常常講捶塔嘅，但是有時就係我哋看到嘅文獻上面講乜嘅捶塔嘅，然後掛號笛，嗰種我都有些搞唔清楚講，到底塔嘅係嗩吶還是笛呢？哦，你一般講塔嘅哈，塔嘅是係我哋數行那兩種嘅哈，按照嗩吶，哦嗩吶兩種樂器，你客家人講塔嘅，啊不過就當人嘅基本去寫法啦，透過人啊哈，用翻譯，佢唔要寫塔嘅個詞，唔要寫嗩吶，透過哈，唔會用，所以佢用笛，按照講笛嘅。所以講把寫到翻譯時，按照寫到笛，所以就寫詞上，按照唔用詞上，按照掛號用笛，但事實上佢係只係講是係兩種按照塔嘅，還是正經嘅嚇。而且辦嘅翻譯嘅笛係冇強人咯。係，因為我哋從來我講到講，譬如講我哋盤塔嘅、捶塔嘅，嚇盤蛇嘅，嗰種我有聽過都講我哋有塔嘅同蛇嘅，但是我哋客語有笛子嗎？客家人講笛子呢段時間哈，挺神奇哈。客家人冇用笛子，一般用講簫啊，係要簫，噴簫。按一般人你講民俗樂器啊，傳統嘅樂器來講啊哈，切噴啊就按照簫啊，掹噴嘅哈是按照笛子啊，翻譯按照笛子。不過你客家人哈唔會講切噴掹噴，哈是講你一般嚟講掹簫。掹嘅咪按照簫啊，切嘅咪按照簫啊，有時得挺神奇。如果客人咧翻冇笛子啦，咁從社會，只是講社會有嗰種橫盤咧，就我哋講笛子都其實橫手，然後還有側手，係啊，佢呢個都常講，我本身我都同我爸爸講，比如講我哋咧盤社會，捶塔嘅。都冇人講吹笛子啊！我嗰陣我都唔掂，買嗰度笛子，一次有一班我都看到買嘅捶塔嘅，然後掛號笛子，我都想講，到底我哋塔嘅係笛子還是嗩吶？嗰時現在按你一講，我都啲講，原來塔嘅係其實係指嗩吶。咁前面老師嘛有帶我哋嘅社會來係咪？咁一般嚟講，我哋咧扮演啲乜社會嘅角色係乜嘅呀？一般啊，簫啊哈，一般係按照屬於按照柔樂。柔樂哈一般係講按照歌唱嘅些啦，漢謠又係講增加啲人音色嘅時陣，嗩吶嚟用。嚇，一般啲傳統嘅拜音係冇用到，因為簫嚟噴空氣太白，老塔嘅強人，佢會發動到時間訓練。嚇，按嘢會噴簫啊，太啲會訓練噴笛子嚇。兩種嘅樂器，差唔多佢練塔嘅時候咧，佢冇用簫啊，因為簫嘅音樂上冇按台啦，冇按台，按樂器嘅亮度冇講穿透力，按呢個穿透力，音樂嘅穿透力冇強啦，所以大部分你講白音度，因為講用嗩吶嚟做主角，嘅演繹出來一樣音嚇。而呢嘅我哋講塔嘅穿透力，真係都睇樣啊，都談到塔嘅上面。好，但是社會上係相對方以來，真係個社上。咁係咪請我哋咧總談先生同人哋示範一下我哋咧社會一種吹法，好唔好？兩種嘅笛子係一般是講，已經按照改良過嘅。改良過是講透過按一種國樂啦嚇，國樂器佢就會慢慢有進化。又改良過，還科學，那比較傳統、比較科學一點，所以它的音準還準，所以你噴起啊一般對彈音樂嘅音會較舒服啦。你傳統嘅樂器用要嚟彈嘅係透過按照吹講嘅技術冇拿音會冇準，會噴嘅上會你透過講音階會冇準。你啱啱示範一下講，按照笛子嘅聲音，佢是按照動靈活，
哦，你上就谈些个动花俏，好，按照谈闹热，好闹热霸气，而且归到炫技的部分，嘿，又然，其实他嘅美就炫技。他嘅炫技嘅表现方式，还冇人强啦，系安样嘢。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讲，今日發而之家用嘅我哋講樂譜嘅部分，係用我哋傳統嘅八弦嘅樂譜，還是講唔知家哋有新創嘅樂譜咯？哦，有兩種部分。第一部分講係，你傳統嘅八弦嚇，最早期係一種公尺譜，公尺譜，冇係嚇。按你係唔會咧，睇你冇法度。所以講我哋都係。青島哈，按照翻譯下來啦，用簡譜，變成簡譜，我去翻譯下來簡譜，全部係骨幹音，主要的音而已。然後你嘅板，按照節奏啦，就是拍子哈，嘅板料冇強啦，所以一所而做，所以會吸收當到其他老師傅人造嘅音檔哈，嚟嘅轉變下來，好從要到數，要到重盤。也係講 CD 光盤，也都有東西哈，做得彈有些是一隻字那個寫下來，寫先，你等於人造按照八音譜，嚇，你係冇人簡單嘅原因是講冇法度和完全寫下來，是講寫出嚟咗，所以特色人按照表演嘅方法哈，噴出嚟曲會有點冇同樣，是會訓練，有時嚟訓練咯，睇啲個會科。我科得起來講到得，係一樣嘢。咁從以前嘅老譜嘅話，譬如講我哋以前老嘅八音團嘅部分嘅話，喺每一個樂器都有自家嘅，我哋講，除咗先生講嘅，係有自家樂譜嘅，還是講其實一種東西，還是要看現場而搭上來嘅時間，讓嗰種彼此嘅嗰種默契。哦，你係講嘅係八音，老頭擺嘅譜啊，嚇，一般學八音，拜師學藝。好，冇上面了解嘅冇法度出師，因為兩種學藝來講嚇，你上藝冇進冇法度去判。按動樂譜嘅部分啦嚇，因為其實是綜合，所以呢骨幹音嘅樂譜，它其實寫公尺譜寫出來，不管現實，韓國你睇嘅兩種其實有一種上嘅，一種上和半一判，喺現實係按落去科，叫老睇嘅來科，其實係會變化。會變化，那時候學，那時候衝刺，線上會教，會經驗經潮，好，那是衝，有得師傅教下來，所以要按照流派強用，你排一排線上教嘅東西會冇強用，所以偏偏強用一條曲，噴出嚟音樂詮釋啦嚇，會冇強用，啊，你像有人講按照噴按照太五隊，北部嘅太五隊啦，南部嘅太五隊是冇強用，按照曲牌名強用。噴出嚟上條冇強咗，有時發現有點按照需要講去了解為所，係冇你係按樣嘅做法，係。嗰種我哋客家八弦本來都算是一個古調，嗰種古調我傳下來嘅時候其實都冇簡單嘅，尤其係話教音我哋冇強用嘅樂器嘅時候，佢而家表現唔一樣咯。喺度節目我哋鍾南先生會同表演我哋嘅古箏來到我哋現場，同時會同我哋說明講，到底古箏俾我聽我哋客家八弦點樣應用嘅角色。休息下哦，我哋下一段節目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
我哋節目一開始，我哋談到係來自我哋台南客家教育協會嘅其中男先生，同我哋演奏用我哋嘅古箏彈奏的18姑娘哦。從一般來講嘅話，雖然講也係啲客家嘅曲嘅啦，吼，但是古箏聽係啲客家八音地位，其實嗰時候看到腔下去，我哋講表演啊、彈奏嘅，佢當初我想愛把古箏加入去我哋嘅客家八音團地位咯。係，因為你客家八音哈，因為從頭擺到現在啦哈，頭擺嘅東西較單，我們講做較單調，音色冇按多，冇唔錯，係。你喺音樂大家攏較歡喜講話，較當然性嘅文化音樂加落來。八音圖因為我本身主修古箏哈，所以講你古箏本身是講拄好做得表落，你八音圖啦哈。當然你係講形容會講，你八音用古箏嚟表演，其實你係講要在傳統上，古箏係客家人哈，伊只當重要嘅音樂，因為你客家嘅古箏啊哈，就做客家箏派。你羅祖公大概為數哈，佢300-400年前哈，是從就叫客家漢樂特別獨嘅一種樂器拉出來，是單獨新的變成講你只流派，你才個可能他唔知講客家箏，咁個要學古箏已經切離啲，從你學武術強人有少林派，有嵩山派，有武當派。古箏當然是很特別有所謂的山東派、河南派、浙江派，還有潮州派。但是唯獨你客家客家派，唔用提名，你所有透過流派嘅東西，全部用提名啦所以你客家古箏係用流派嚟講是用客家嘅兩張名，客家箏。佢彈嘅曲傳統上漳州古調，做漢家箏曲，所以你種嘅都傳到台灣青少年彈，因為一般學古箏人基本會彈係客家箏嘅箏曲，你擺我會用客家古箏融入你嘅八音圖最主要是因為客家這個古箏佢嘅音色係屬於和音，佢嘅和聲降。所以對你一般性講音樂性來講，佢和弦聲當好，所以夾落嘅嘢音樂性在彈到又真豐富。像我哋去表演嘅時間您彈到我做得咯，然後透過個八音嘅方式雖然我哋又噴嘅彈嘅，又要輕又要大，我加落古箏落去嘅時候，你講音樂當好彈，真好彈，做得咯。本倆現代人講，現代人接受得落好。我希望八音也係講，從傳統到現代嚟講，應該會加入前多嘅好嘅元素落去本八音做得流傳下來。但是我遇到過太問題，講因為你講要按到佢貼配的一點樂器地位，佢樂譜咯，樂譜的整個總和乜嘢做啊？你係種神奇講我哋要變要到曲啦因為我本身也要學過音樂嘅傳統上嘅訓練啦當然你譜拿下來嘅時候我會改變，或者變個曲，所以講會融合到。當然最主要你講係八音嘅演奏羅師傅我看羅師傅佢唔是看譜，從我講神奇而家表演來講我圖嘅穿推啦全部係看譜，所以我就唔是看譜，所以我會用融入嘅方式，我拿譜做本記得，其實照譜來演奏。不過我係變化從我噴塔嘅時間就會變化，會加時減時來演，所以說把譜的那個譜的旋律會增加，就不會照譜來演奏。你係一般人唔了解講，你八音師傅教嘅傳統，我冇強人嘅原因喺度咧。就你睇師傅教嘅要加時，對他啲學生講咧簡單嘅叫我哋係加兩隻音，係加兩隻音落去，是走法、加法，加法嚟演奏啦。我哋因為其他樂團嘅樂手八音嘅樂手嚟講，佢看到就愛變嘅曲變本機。
像我哋要寫長雙條，又係講開金山，我哋去改變，改變講金山花開，用兩隻白音手條，夾起來，用四季花開，喺我開金山有兩條曲夾起來，本嘅演奏，整架嘅音樂嘅豐富性，按我演奏嘅部分，骨幹音還是用嗩吶來演奏，就合配，組合起來是沒有違和感。那時候係集團喺現台啦，現台嘅事情，樂團啊，唔係變成講從頭擺落白音那種嘅方式，本後生音可能下彈唔出來，按個啲彈是啲講，我哋下現台，彈嘅音樂又好豐富，又好柔和，該表現嘅是在啲下表現得出來。係，安尼彈好了，只是我感覺到講，其實人哋咧客家嘅傳統嘅八音嘛，因為有嘅無腔樣嘅樂器夾音器，同時有無腔樣嘅嗰種，譬如我頭先先生講嘅樣，就兩個曲嘅夾腔啊，變成一個夠完整，甚至講夠豐富的一個調性以後，真係我本感覺到講，傳統客家八音，伊嘛行出了這個一條嘅算是創新嘅路，但是個體感與聽音問題嚟講，咁你按多年嘅訓練嘅時間。會有困難。你講到真神奇，你台南實在是地方大，台南地方36區按你嘅欣賞，體然到欣賞，從南到北，從山到海，你係台南嘅一個表現啦，所以講我哋嘅欣賞係來訓練，我哋從當年差唔多用利用寒假也係暑假嘅時間，會開隻英才訓練班，八音音樂英才訓練班。就首次記得來參加嘅，一禮拜來結合鍛鍊一擺，一禮拜訓練一擺，教記得技術，教記得樂譜，出嚟時間就會轉移自家練，一擺來訓練按人欣賞走到台南市區來個錯差可能會40公里，個現場係搭禮拜來去，個唔係來人一擺兩擺，來水來3萬年。所以講時間長期來，我要親感佩我們這些我哋嘅教師團體嘅欣然來參加我哋嘅八音音才訓練班那本地人講培養，把這些音樂的這個知識帶回去，以後自家做得練，按到有機會表演嘅時間組合來訓練組合好嘅啫，從有表演的法通嘅些是做得隨時是做得上場。嗰時真的睇緊嘢，我有一點心然後真係我對人哋，譬如講台南安泰嘅地方，全部愛到台南市地區，其實像有啲叫東山啦、柏河啦，其實來到台南是過癮呢。錯差時差就得錯是2點鐘。係啊，差唔多。係啊，睇電視還有過去這個人電視，至少要表演的時間啦，但只是睇緊要強下合一擺。咁一般來講話，但我睇乜嘅地方表演咯？表演的時間一般來講有市政府會頒發通，絕對會繞場，絕對會繞場嚟等人來去參加，我哋做一隻客家嘅音樂嘅展演。當然也是按照文化來表現因為佢辦嘅法通從禮拜也有機會啦去參加要到市政府嘅法通。從去年是有去年從有隻通花節，我哋按照主場主場是講通花節嘅節目差唔多係表演20-30分鐘嘅時間。佢重喺個白白宮，用到白白宮嘅部分搶先。是用我哋嘅白音團來按照祭祀嘅音樂，是我哋嘅組合，也是我哋嘅任務，也是嘛係我哋嘅一項我們講客家活動嘅主要任務真是幾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以前嘅八音團嚟吧，真是幾主要嘅個唱聲啊、擺白宮嘅時間，算是一個幾用重嘅一個音樂嘅表演。可是雖然講係算是幾新潮嘅八音團啦，但是但還是要接下來一啲按傳統嘅工作，如唱聲啊、擺白宮嘅部分。咁而家嘅八音團地步，一般來講嘅話，你出去表演差唔多要多少年啊？一般差唔多要83到93。目前差唔多組合就講潘係成係主角啦我係成主角係用潘係潘塔嘅啦喺其他縣咧是要3支縣啦喺我打嘅要1山加入到喺要古箏要加2台
好，然后差不多会按，右调还没加一张 bass， 好叫 keyboard 哈，走低音的旋律来搭配，所以讲小朋友整体的音色哈，比日本的传统音体，他讲按日本弹闹热然后弹听门道跟听热闹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你的面对我为台中的是尽量本大家接受，好，下闹热，然后下好哈，本大家都了解讲，你客家白音进心哈。係報春脱掉啦，嚇！當咗表現嘅方式有冇冇強讓，係用音嚟傾聽。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個，其實台南嗬唔單止係400年前都有客家人，同時更加台南因為無共樣嘅時間，我哋有3年來客家人無共樣，嗰時間喺台南地方有幾多人嘅客家文化，同時。更加我哋咧客家八音喺台南我哋咧客家教育協會地位，嘛展現出無共樣嘅多元嘅一種風采，唔單止用我哋傳統嘅八音，同時嘛用我哋嘅古箏啦，係我哋社會幾多樣嘅一啲樂器地位，但是一定還是傳統嘅一啲我哋客家八音地位為服飾，譬如講我哋咧年節啦，我哋拜百公啦，一定嘛會做一啲幾傳統嘅事情。今日感謝我哋總南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很多精彩嘅故事。希望主持人，希望各位觀眾休息一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橋岸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